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十一月初二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。圣诞快乐吗？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2章，总共有23节，请我们先自己读过一遍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 RPG 金句。他们看见那颗星，真是欢欣快乐。他们进了屋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朝拜这孩子，然后打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等礼物献给他。马太福音第2章10到11节。2000年前耶稣诞生的日子，尽管确切日期不可考，但全世界通常以12月25日作为纪念。在这传递平安和希望的节期里面，不少人忽略了，却是这个史上第一个圣诞节过得并不平安。教会传统上圣诞节后的12月28日定为诸圣婴殉道日。新约的马太福音，它记载当时的希律王听见犹太人救主诞生的消息，惊恐这样可能会危及他的王位。他暗地找东方博士前行，欺哄他们，一直到地点就要回报他好前往来祝福。博士们却没有透露耶稣的行踪，而是绕道返回。希律王知道之后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并示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2岁以内的都杀尽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圣诞节不是很平安不是很快乐了。在犹大地，没有人不知道、不相信大希律的性情是可以随时带来悲剧的。大希律怀疑觊觎他王位的家人尚可狠下杀手何况他不认识的、不在乎的百姓。所以当猜疑和凶残成性的希律王听说有犹太王要出现，接着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惨剧几乎是意料中的事。大希律的不安让耶路撒冷合城的百姓都慌张不安。圣诞快乐是错吗？不能算错了。至少那几位东方博士找着了耶稣，的确是非常的欢喜。但这也是耶稣降生叙述里的唯一的非常欢喜。那个晚上，在朝拜耶稣之后，博士们他们回到下榻的地方，大概因为兴奋久而不能入睡。好不容易他们能够带着笑容入睡，却因在梦中的信息而惊醒。最终博士们没有回报希律王，改道回家。在回家的路途，博士们还会欢喜快乐吗？应该会吧，只是他们的心里可能夹杂着忧心、难过和哀痛。他们不仅担心耶稣的安危，他们也担心境内所有的婴孩的安危耶稣圣诞是普世欢腾的原因，这也是教会庆祝圣诞的缘故只是圣诞之所以应该庆祝，是因为那位称为以马内利的耶稣在苦难中与我们同行。面对再大的困难，因为弥赛亚耶稣的来临，
就不存在。马太的降生叙述告诉人，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哦。哪里有痛苦、忧愁，弥赛亚就在那里。你是否在面临你的苦痛？耶稣知道哦。耶稣在人面对苦难的当中降生，意义代表的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每次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位在苦难当中降生，是要承担我们苦难的主，是与你同在的呢？我们来默想一下，东方博士对耶稣的诞生有什么反应？而你呢？你所理解的、你所经验的圣诞是怎样的圣诞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哦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爱我们，让耶稣很卑微的来到这个世上，是为了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感受到你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世人，让这个奇异恩典成为要拯救我们、帮助我们脱离苦难的器皿、管道跟祝福，使我们原本没有盼望的要成为有盼望的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，愿意降世为人，是在卑微当中降世在马槽里面的。你也愿意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，让我们恢复我们的身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让我们得着的祝福是有份于永恒的恩典。谢谢耶稣，因着你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，因着你所付出的代价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神的宝座面前，为了要得着怜悯哦。所以亲爱的耶稣，愿你继续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愿我们都成为主耶稣福音的见证人。我们明天见哦。